Hello， 各位粉絲，Simon啊，今日帶你過嚟睇佳景康城3期，就係真希苑啦。咁各位 fans 都知道佢之前賣得好貴嘅，2萬蚊一平方。但係今日 Simon 介紹俾你呢，只需要11000一平方，直情就係劈咗一半噶啦。咁有好多 fans 係唔相信，我同你講係真嘅，只不過我而家同你介紹嘅呢套單位呢係二手樓嚟嘅。咁啊，當然你哋而家所有街坊買到嘅，全部都係呢一邊4期。4期嘅話就係期樓嚟嘅。咁佢而家個價位呢就係15000一平方到16000一平方嘅，咁仲係期樓喎。咁如果你係中意呢種一手樓期樓嘅，咁都可以買佢嘅。但係如果你要平嘅想買翻3期嘅，咁就要睇翻西文嘅視頻啦。西文喺幾年前都有講過佢嘅，由2萬蚊一平方、24000一平方都有一直講過佢嘅。至於入邊有咩內幕呢，你就可以詳細去了解下啦。而家事不宜遲，先帶你去睇樓先咧 ，Go！呢個單位面積係118平方嘅，4個房，2個衛生間。先睇下大廳嘅開間係有3.5米嘅，南北通透。陽台呢邊係朝北嘅。佳景康城最大嘅賣點呢就係內檐啦。聽講話內檐抌咗好多錢嚟整嘅。佢最大嘅特色呢就係一個回字形嘅設計啊。你去睇到。全部係圍起身嘅，朝北個方向呢就係睇翻內檐嘅，朝南呢就係睇馬路嗰邊嘅，園林嘅話就冇得講啦，的確係靚嘅，但係呢種格局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就唔中意，點解呢？如果以呢邊嚟講呢，咁就係樓望樓啦，睇到未？望過去。係冇辦法睇到外邊嗰啲景觀嘅，全部都係睇到呢啲即係樓王單位，樓望樓，咁即係長時間望呢係會壓抑嘅，除非你係睇下面啦，睇園林咯，但係如果你坐喺度日日睇園林嘅話，可能都有啲厭見啊嘛，你買樓無非都係想睇景啫，哪怕有一罅係咪睇出去係好廣闊嘅景觀。我覺得心情都舒服嘅，因為每日去睇到唔同嘅嘢啊嘛。但係如果係呢個景係唔會變嘅喎，你日日咁樣對住，咁即係耐咗，可能即係個視覺都會產生疲倦嘅佳景康城有好嘅同埋有唔好嘅地方就喺度啦。我哋先講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個缺點。缺點就係呢個樓盤咧價位係虛高嘅。點樣虛高法呢？相信各位粉絲都知道，佳景康城3期佢之前買嘅價位呢，已經係去到2萬一平方到22000、24000一平方嘅咁我相信有好多港澳街坊係買咗噶啦。因為點解買佢呢？因為睇中咗佢個裝修標準佢個裝修標準嘅話係豪華裝修嘅，質素好高嘅，即係用嗰啲料嘅話的確係靚嘅，甚至乎有一啲人話係個裝修標準係5000蚊一方，有好多人係為呢5000蚊一平方嘅裝修標準去買單，仲有人講呢話佢係成個坦洲嘅天花板，管理好各樣嘢，至於呢樣嘢究竟值唔值呢？就睇個人去理解啫。以我個理解呢，如果係2萬蚊一平方或者係22000一平方買佳景康城呢，咁呢個價位呢始終係有啲高嘅，即係比較貴嘅喺坦洲呢種位置
甚至乎我有問過好多客戶，如果使2萬，你會唔會買呢度？佢話加多5000啦，買翻珠海啦，點會仲會買中山呢？係咪？中山係3線城市，坦洲係一個鎮嚟嘅，級數都唔同。珠海係咩城市級數啊？係特區啊，係同深圳一個級數嘅，係咪？城市與城市之間都唔同。坦洲唯一個好處就係個地理位置係挨住珠海，享受住珠海所有個配套，所以就導致咗佳景呢邊咧可以將呢個價位即係可以定得咁高。當然咁坦洲咧仲有好多樓盤去揀嘅，即係性價比比較高嘅。你如果想了解更多咧都可以後面詳細睇翻我個視頻，我都有講解嘅。我哋今日就講翻呢個單位118平方，面積嘅話就好實用嘅。不過裝修咧就係業主自己裝修噶啦，就麻麻地嘅咋。呢啲裝修標準如果你買咧，你肯定係揼咗佢噶啦。呢啲裝修肯定唔啱你 size 噶啦。咁我就同你講下佢個總價先下。面積118平方，總價就係137萬，單價係計到11000，記住11000喎。如果對比以前一班粉絲，如果係2萬咁上下買嘅，咁而家11000一平方買咧，咁相當於就係少咗一半噶啦。咁當然呢個業主當時買過嚟咧，可能就比其他棟係平啲嘅。佢當時買係17000一平方無批買過嚟嘅，但係經過7-8年利息加埋噼里啪啦嗰啲，咁其實可能都計到差唔多係2萬蚊一平方噶啦。所以咧業主其實而家呢層樓係蝕咗一半噶啦。可以咁同大家講，明唔明白？咁如果即係你唔在乎佢呢種裝修過時咧，其實你簡單啲買啲家私入嚟住一段時間，或者可以攞嚟出租。如果你想長期住嘅，有要求嘅，咁你就重新揼咗佢。118平方，如果係揾嗰啲靚嘅裝修公司本地嘅用嗰啲大品牌、一線品牌嚟定製裝修咧，預計係1500蚊一平方到1800蚊一平方就幫你搞掂啦。你如果想簡單啲裝修即係輕車啲簡單啲咧，去到1200蚊一平方，一個硬裝同埋軟裝都可以搞得掂嘅。其實裝修呢樣嘢都係睇個人嘅啫。但係如果有人同你講話裝修裝咗成30幾萬或者40萬咧，呢種裝修公司咧個水分即係食差價嘅水分咧就會好高噶啦。記住裝修喺大陸咧其實唔係好貴嘅啫。所以呢樣嘢你就要慎重去揾啲裝修公司，揾大嘅裝修公司，即係啲知名品牌嘅，知唔知尤其我哋可以咁樣計啦，100平方，如果佢裝3000蚊一平方咧，咁佢食差價嘅水分咧，咁就好高噶啦。即係佢包硬裝同軟裝，如果係3000蚊一平方裝出嚟咧，咁佢食個差價嘅水分就好高噶啦，起碼食咗1000幾蚊差價嘅。即係裝修嘅水分好高所以你如果唔想俾人哋唔想俾人哋揾笨咧，咁你可以打電話俾我諮詢我可以車你去嗰啲一線品牌嘅裝修公司、定製公司諮詢。你亦可以自己喺網上搜索邊啲知名品牌裝修公司可靠嘅諮詢佢，叫佢過嚟讀硬裝、軟裝加起身總共幾錢再對比然之後你覺得邊間裝修公司可靠嘅，你再去揾佢裝修。咁有好多港澳街坊咧買咗樓本身係一件開心嘅事，
但係最嬲尾變成唔開心咧，係裝修啊，因為佢對裝修呢方面咧唔係好熟，所以揾咗一啲佢認為信得過嘅人，但係咧呢班人咧係同一啲即係裝修公司啊、Kelly 嗰啲人合起身啊，即係有啲揾佢續數嘅啊，即係有好多噶啦嚇，呢啲咁嘅即係 online 嚇。包括我之前都有拍過嘅啊，同你講出嚟啊，尤其係近段時間啊，呢幾個月收樓嘅呢班人，如果你係80平方啊到100平方啊，如果係裝咗幾十萬嘅粉絲咧，咁你就要認真去揾一啲裝修公司去諮詢一下，究竟我呢個裝修值唔值呢個數啊？中間個差價究竟俾人哋食咗幾多？其實你可以去 check 一 check 嘅嚇。好啦，咁我哋繼續講翻我哋呢個單位嚇。咁啊，由門口呢邊入到嚟嗱，大門、鞋櫃啊、廚房。咁啊呢邊咧就係一個生活露台，睇到未？啊，生活露台呢邊 ，OK。咁啊呢個位置咧就係飯廳啊。咁啊，睇房間4個房間啊，呢邊咧就係一個客房嚟嘅。咁啊，業主呢邊咧就係買咗貴，唔係定制嘅啊。咁啊，呢啲係平嘢嚟嘅啫啊。咁啊，如果你買呢個單位唔中意嘅，你都可以叫人搬走啊。咁啊，呢個房咧就得個空調，其他乜都冇噶啦啊。咁啊，可以再睇翻啊呢邊工位，不過佢工位咧就會好大喎，成個空間。睇到未啊 ？OK 嘅嚇，咁啊呢邊客房，其實佢個格局咧就好方正嘅嚇，方方正正啊，比較實用啊！啊，尤其呢個主人房啦，呢個主人房個實用率嘅話真係好高啊！你睇呢邊，相當於係一個子母房啊，或者可以咁講係做一個衣帽間都得嘅。咁嗰邊咧先係床嚟嘅嗱。擺床個位置幾大啊？你擺2米到2.2米個大床都得，係咪咁啊？呢邊仲有一個飄窗位都打咗嚇，所以佢呢個面積嘅話真係好實用啊，性價比高啊！啊，而家單價先係11000，相當於呢層單位劈價劈咗一半嘅啊。咁啊，如果係中意坦洲、中意雞景康城嘅 fans 嘅話，咁其實你哋係可以入手呢啲二手樓。一手樓4期都喺度買緊嘅期樓單價係去到15000幾到16000左右啊！我一直都有同各位 fans 講，如果你買個金額比較大，仲係期樓咧，咁你就要自己慎重去考慮啦啊！因為而家成個環境都唔好，係咪？即係大家冇辦法可以控制未來可以發生啲咩嘢啊！但係即係作為 agent 啊，我好負責任咁同你講，即係你做每個決定，我都會提醒你啊，叫你諗清楚再去做啊，冇聽人哋同你規劃啊，或者講概念啊，或者承諾太多嘢，因為佢唔會為咗你個行為去承擔責任嘅，知唔知啊？好多嘢都係你自己為自己個行為去負責，所以咧你要諗清楚再去落決定，好唔好？嗱，今日分享嘅就係雞景康城嘅二手樓啊！我哋呢個單位咧係中樓層嚇，好靚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預約我過嚟睇樓啦。